现在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3章7到23节，还有34章29到35节。今天我们要先从33章第7读到第11节。旧约圣经是在和合本圣经110页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。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多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多起来，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，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不离开会幕。另外，我们跳到第17节，我们要读到第23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这所求的，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”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：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：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再看第34章29节。29节，摩西手里拿着2块滑板，下西奈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我们再跳到第33节，我们要看到35节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。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以上，我们现在我们要请本党的主任牧师、真正的牧师来讲道。他的题目是进入密室3，密云深处的相会。密云深处的相会。
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主日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年历的第一天，也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。我们充满着期待跟盼望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而降生。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。我们刚好学习到祷告的操练里面，如何进入到更与神有更亲密的情形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你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有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这几天天气很冷，我们终于感受到已经进入到冬天了。但是昨天天气又很好，所以在这种天气变换的时候，请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够为主做光。那我们在学习有关祷告的操练中间，我们已经学习过两个。那这祷告的操练呢？因为我们觉得说，在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？因为祷告是跟主来、跟父神来谈话，但是有时候我们都，特别是我们长老会的人，邀请大家在公开的场合一起来出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非常的困难。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如何祷告呢？还是说我们有哪一方面的不解的地方？所以我们盼望经由这4堂，总共有4堂的学习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从非常的开始的部分，一直到最后，应该有一种跟神之间这样亲密的这种祷告来学习。这都是从圣经曾经来教导我们。我们已经学习过，这边有学习过2个，然后今天进到第3，中间我们稍微复习一下。我们个人的祷告，这是内室的祷告的操练，我不知道是如何。我现在内室的祷告，很多人都得到了帮助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，都是在香坛前那个坛的前面呢，在直接就祷告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进到旧约的时候，他们等一下我们刚好看到这个摩西里面有讲到他的这个会幕，其实他们要到求问神，他们都要到会幕的地方去，所以他们觉得会幕的地方是神同在，可以跟他见面的地方，或是可以在那边向他祈求的地方。但是他们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到香坛前面就直接祷告了。原来要进到会幕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有一个行程在的，而这个行程其实就成为我们内室祷告的帮助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讲的很简单，他就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室里面，将门关上，然后这样亲自向在暗中的父祷告，他会在暗中来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那跟在旧约里面呢，其实就是有相对应。原来祷告是一个我们个人可以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的，但是在如果从旧约中间，在会幕中间，每一个要祈求问神的时候呢，都要到会幕的地方去。那会幕的地方，它的这个行程为何要这样子的摆设呢？而且这个摆设还是神告诉摩西的，要摩西去叫他们这样子设立的这个会幕，然后只能经过什么地方，经过什么地方，原来让我们学习到了。你要祈求神的时候呢，你要到会幕的地方去，表示你要预备心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我们也教导大家如何用预备的心。恐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常有很多事情搅扰了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子的安静我们的心。如何预备心呢？就是安静我们心，准备要去敬拜神，要去朝见神。我们有用诗歌的方式教大家，如果用诗歌多唱几次之后，你的心就安静下来。你要是没有，你用呼吸法也可以。你吸进的时候就说以马内利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呼出来就说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神。多做了几次之后，你就得到了平静的心，准备要进入到会幕，要去朝见的神，要跟神来面对面的相见，然后你就进入到会幕进去了。预备动作好，就进到会幕里面去。就像我们平常新约里面所讲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进到我的内室里面，要像在暗中的父来祷告一样。但是他的整个行程呢，在旧约里面讲得更清楚。你会先碰到祭坛，
祭坛是什么地方？祭坛是跟神之间，我们先将我们自己人交出去，然后我们为了我们的罪呢，我们必须要救恩的时候要用那些牲畜们流他们的血，然后烧祭到神的面前。他代替了那些牲畜们代替我们人焚烧了，将我们的罪就烧在神的面前。到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里面第1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神的怜悯。我们原来是不配的，但是神说你就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，他会喜悦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到祭坛的时候呢，用现在我们不必再去烧那些牲畜，也不要像在庙里面所做的事情，他们杀了这些牲畜等等去献上，代替自己的罪。说明现在人早就忘记那个意义在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的非常清楚，只有我们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神要再一次的怜悯我们，再次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在祭坛面前呢，先将自己献上，你用欢喜的心情向神告白，感谢神，你要接纳我们成为祭物，我们也将自己愿意献上给神，然后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才能够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这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，这是神最 care 的，他最关心的。他知道你欠缺什么，他知道你要什么，但是他不知道你需要他吗？你假如需要他的时候，那他就愿意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经过祭坛之后，我们就进到这个会幕前的时候，到圣所之前呢，我们经过了洗濯盆。洗濯盆是要我们将我们的罪洗掉，虽然我们洗的是只有洗我们手脚，看起来是外表的，但是你在那边到新约的时候，你要说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主就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成为一个圣洁的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圣洁的，是因信被称为义。神就愿意让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你认罪之后，就让你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。进到圣所，就我们在右手边，我们看到陈设饼。陈设饼乃是提醒以色列人，在过去在旷野中间40年中间，你不缺吃，不缺吃，也不缺穿，为何呢？因为神供应了你。这是身体的部分，心灵的部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，在神的看顾之下，我们有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。所以你看到陈设饼的时候呢，你就献上满心的感恩，因为神的恩典满满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不管是身心灵。你进到左边，看到左边有一个金灯台，金灯台乃是源源不断的发出光出来，它需要有油让它不断的发光。神也要我们成为做光做源，而这个光的源，这个油从哪边来？源是圣灵在提供我们油。所以我们必须跟圣灵有紧紧的依靠住，我们才能够从圣灵之灵的能力、之灵的力量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光。发光做什么？为神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就要献上感恩，说祈求神神能够差遣圣灵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，能够为主来做光。那时候之后才进到香坛前，香坛前的时候才做上我们的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也不要忘了就离开了。祷告完，你还要进到至圣所的地方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将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已经裂开来了，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，施恩宝座前。那里面有约柜，有基路伯，有神的同在在那边。你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享受神跟我们同在的恩典。我们就献上感恩，献上我们的立约。神既然这样恩待在我们身上，那我们要如何呢？你就做个祷告之后，你就可以离开。这中间有从开始的预备，一直到你深入到预备好之后，深入到可以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祈求，又领受到神的恩典、神的同在。这是我们所学习的内室的祷告。它讲求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在肤浅上面这种祷告而已，而乃是如何能够深入。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。我们已经从9月15号到今天12月1号，已经有2个半月了。我不知道你的学习以及你的操练如何，
当初我们是勉励大家，每天的灵修中间，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是我们第一堂说的，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能够建立更亲密一点。祷告不只是这样，祷告还可以这样，你可以得到力量。这力量怎么来的？我们就进到第二课里面所讲的。第二课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祷告呢，是旷野式的祷告。其实，在我们圣经中间讲的，这旷野式的祷告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禁食祷告，还是通宵祷告这样的。而这个祷告呢，代表的是怎样？原来是要让我们要暂时停止正常的生活作息，而且停止我们正常生活中平常的应有的这种享受，然后我们可以多出更多的时间来，让我们心里能够专一的来亲近神。我相信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忙碌的事情，有很多不管是工作也好、家里的事情、小孩的事情，或是这些亲戚朋友的事情的时候，都会困扰了、占据了你很多的时间。你可以想想，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些打扰，我也不要因为我现在有空闲，我就在那边看电视或者做享受，我暂时都放弃这些，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来。这就是在旷野生活的祷告的意义。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我要禁食祷告，甚至有通宵的祷告。因为借着这样的祷告中间，我们可以跟神更亲近。跟神更亲近做什么呢？我们从施洗约翰里面就看到，原来这种生活，施洗约翰就是过着旷野这样的生活。我们就看到他的生活呢，带来了至少有这几个能力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大有能力可以去传道。他出来讲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每一个人都，所有的耶路撒冷都到约旦河去。他不是讲一大片的道理，他只是这样宣告就好了。原来不是他有力量，是圣灵给他的力量之后，他能够去传讲正确的。有的话临到他的身上来是，因为他有人认为他是基督，他说 no， 不是，我不是这基督。他用神的话告诉他们，要来的人，我连拿这个那系鞋带，我都没有这个资格。他不只是这样，他还将这个真理来告诉人家。他说：“只有基督才是神，基督才是那一位要来拯救我们的人。后来他有能力的去完成他的使命，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行在基督的面前，为他开道路。他将这些信息、正确的信息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开始有谦卑的心、有悔改心的时候，主耶稣来就传讲了真理，告诉他们，所以他有能力能够完成他的使命。”然后他得着能力呢，为基督做见证。主耶稣也到了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受洗，然后他就顺便借着种种的机会讲，这是神的羔羊，这是上帝的爱子。因为经过旷野生活中这么多人的世人中，就是一个施洗约翰，他做了这样，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做的这几个事情，是五样事情都是他借着他完成的。为何呢？因为他从小生下来，他知道他的使命，他就到旷野的地方去生活，他不再受到这些整个社会对他的影响，他单单的寻求跟神的关系。当然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有部分的时间，有一些我们的心愿，愿意借着禁食祷告，愿意借着有通宵祷告，或者一段特别的时间，我们为了很多的事情来祈求神的时候，你同样要得到这些能力。所以当时我们呼吁大家能够帮助我们，愿意来操练这些旷野的祷告，让我们也能够得到能力。但今天我们要在学习的时候，除了你能够跟神的关系，然后你希望借有一些会经过会幕的方式，是一个很敬虔的样子到神的面前，也能够过着旷野或是禁食祷告这些，你能够得到力量。但是你如果跟神有更亲密呢？亲密到某种程度，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圣经解说，摩西跟神是面对面的。当然，我们后来知道，这个面对面不是真的面对面，乃是他可以跟他听到他讲话，而且有对话的意思。因为见到神面的人都不能存活。等一下，我们金姐刚刚已经有看到，所以我们这要问的问题是说，有更深入能够极度亲近神的祷告吗？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，从圣经中间来告诉我们。今天的金姐已经看到是摩西，他是一个极度亲近神的。
中间我们有很多经节我们没有读到，但是牧师可以在这边简略来讲一下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过了3个月，他们到了西乃山的山下在扎营了。神就呼召了摩西要到西乃山的山顶上去。神对摩西说，他要降临在西乃山，然后百姓们呢在山下的时候，你要自觉来预备。而且神告诉他，我怎样子来要你到山上来呢？因为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。原来神借着摩西要去领导这些以色列人，那他要他的神给他的认证一样，有这种地位，确实不是你自己要的，是因为我神来拣选了你。如何让他们能够明白呢？他们又不能看到神，但是神呢要降临在西乃山的山上。等一下我们看到经文可以看到，这些百姓马上知道是神临到那个地方去，而摩西更进到里面呢，到一个密云中间，就是非常浓的这种云当中呢，神要跟他有对话，而且也让百姓知道他们是在对话。这样子的时候就知道摩西是神所差遣来的，他们就永远信你的。也很可惜啊，这应该我们看一次就应该知道，但是从后面的经文也常常看到，这些人还会去攻击摩西，认为摩西甚至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亚伦跟米利暗也照样讲说，难道神只有透过你来告诉我们吗？这句话不是在19章第9节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吗？要跟他亲自跟他讲话，让他们能够听见，也能够永远信你的。只可惜我们人的软弱，就常常没有办法照着神所期待的这个样。果然讲完之后呢，神就降临到西乃山身上，然后召摩西到山顶上去。神在密云深处就跟他说话了。这记载在出埃及19章的16节到20节。所以我们要说，这样子的祷告呢，乃是一个很高峰又深沉的祷告，也就是进入到密云深处，能够与神来面对面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摩西那个样子，但是在现代的用里面，我们等一下会解释，这样子的密云深处跟神之间的面对面到底是怎样。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在经过他们出埃及经过3个月到西乃山的情形。那在平时呢，他们开始要往迦南地走的时候，他们经过的是旷野，已经不在西乃山身上，是不是神就停在那个地方了？而他们走到旷野，神没有跟他们同在。不，我们看到神继续带领着他们。如何能够在平地里面显示出来是密云深处呢？我们看到，在还没有今天进到今天的经节里面讲了，在还没有正式的会幕的时候呢，摩西就在营外面呢搭了一座帐篷，而这帐篷呢作为暂时的这个会幕。他要求问神，或者神要晓谕他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。他不是默默一个人就走过去而已，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，当摩西要去那地方，他们都站起来，等在那个地方。等到他们进到摩西进到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个云下来了，在这云下来就知道神已经临在了，他们就跪下来，向着那个会幕的地方来敬拜，来跪拜。然后我们就听到在民数记第12章的第6节到第8节，当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，到底是怎样子讲呢？刚才的经节里面也有提到这样，但是民数记讲得更清楚。他说，神向先知启示他自己，常常是借着异象，借着异梦，但他与摩西说话是在密云深处相会，是面对面说话，是像人跟朋友一样的说话，是明说的，不用谜语，不用谜语让他去猜测。而且神还让摩西可以见到他的形象，不是见他的面，见他的形象，就是能够跟他很明白的这种对话在。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，不是只有在西乃山身上，在平地的时候呢，他们建了一个会幕，让摩西可以跟这个神之间有很亲密的见面，而且百姓们也都知道这是神跟摩西在见面的时候，因为百姓们他可以看见
他也看见雷轰、闪电，还有密云，听还可以听见有脚声。但是这些种种里面，他们知道神跟摩西在对话，他们不知道的内容是什么，他们见识到神的作为。摩西是神的代表人、代言人，这时候上帝正在跟摩西讲话，但是摩西身在密云处的地方呢，他却能够认识神，而且也知道神的法则。这在诗篇第103篇的第7节这样说：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神拣选摩西成为他的代言人，所以他一定要让他知道。让他知道他的法则，知道他的所认识的神是什么，他才能够有勇气，才能够有信心，能够代表神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。因为他讲的很多话都是当时候还没有看到的。你要是没有十足的信心，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。神让摩西能够让他面对面，在深营的深处，让他能够面对面，所以他得到的这些信心在他的身上。百姓看到的只是表面的，是一些雷轰、闪电，这些事情并不是平常就可以的，显然是有神的作为才可能的。进到密云深处的时候呢，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看到摩西所知道就可以看出来，只有摩西进到密云深处，在当时，第一个他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神的同行，享受神所赐的安息。而且神在种种的事情都告诉他：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神是在密云深处中间，让摩西有这样子深深的领受，他要跟他一起在，而且不止在，还一起跟他一起去。原来是在我们没有读这个经节里面，就是从第12节，第33章的第12节一直到第16节这样所讲的。这边是摩西向神祈求说：“你要跟我们一起同去。”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：“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这中间虽然我们没有读到，但是有一个第16节是摩西他的反应，他就说：“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”他给上帝的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我们感谢神，也就是因为你跟我同在，所以万民都知道了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神跟我们同在。神只告诉摩西：“我要与你同在而已。”但是摩西没有忘记他的任务，他乃是带领了以色列人。他说：“你与我们同在。”我们又看到摩西，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领导者，他所做出来的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他在密云深处里面相会。第一个，他感受到神要跟他同在，神也亲自的告诉他：“我必亲自与你同在。”当我们盼望要有一个跟神有一个更深入的关系，有密云深处的相会的时候，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吗？你应该要感受到神亲自的跟你同在，而不是常常你觉得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形？你要是真正进到这样的话，进到跟摩西一样云处深处密云深处的时候呢，你有这样子深深的感受到神跟你同在，也跟你同行。第二个呢，我们靠着在神的眼前呢，你就会得到蒙恩。这是完全主权在神里面。出埃及记第33章第19节说：“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神就怜悯神。”这是神在密云深处的时候跟摩西所讲的。第三呢，我们可以得以面对面跟神面对面，这是极度亲近神的意思，就好像是面对面一样。这是因为我们人可以想象得到，也就是说，好像我们又不能看到神，那如何能够跟他面对面呢？如何能够有很亲近、亲密、极度亲近的样子呢？最简单的话就是面对面。面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极度亲近的这个意思在。原来跟主之间要是有这种密云深处的相会的时候，你会有这种感动，你会觉得神跟我同在，跟我同行，你会觉得在神的那里我蒙受了很大的恩典，而且我可以很打开我的心肠，跟神有这样非常亲密的这种对话在。
如何能够达成这样子呢？我们接着今天来看说，要是这样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因为我们看到，在摩西里面开始有了变化，他在密云深处跟神面对面之后呢，他不一样了，他的脸面开始发光了。众人看见他，看到这个光，他们觉得就不敢靠近，因为好像是神在他们面前一样。为何能够这样呢？因为人自然就更新而变化了。就像在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所讲的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样子你就能明白神的心意是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的心意。哇，原来那就是在密云深处以后你得到的结果。摩西就是这样，他在表面上能够看出来是这样，他整个脸面发光。脸面发光之后呢，百姓们反而就不敢跟他讲话，不敢挨近他。但是他这时候知道，他们也知道摩西一定跟神见了面，而且领受到神的话语。所以这时候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知道这是神在告诉他们。他用帕子，因为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怕他们怕到眼光会不敢挨近他，就用帕子蒙上了脸。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，去到会幕去的时候呢，就将这个帕子跟他拿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面对神跟面对百姓是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有一个帕子在。所以我们看到密云深处的相会是没有帕子的这种亲密的相会。当我们心要归向主的时候，我们时常就是要跟他在密云深处里面相会，那我们的帕子自然要出去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6节说：“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了。”这是人要努力的地方。我到神的面前，我是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是存着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，那就是你将你的帕子拿开。而不是，若是我到神的面前，仍然怀着我一大堆的我的想法，我要怎样？我只不过祈求神，你帮我盖一个橡皮章吧，让我的祈求能够得到。那你就不是，你的帕子仍然存在的。帕子是这样，是跟神，你要除掉它，你才可以跟神有亲密的相会在。你是怀着谦卑的心到神的面领受他的心意。不是将我的心意叫神你来盖章，你可以将你的心意、你的渴慕告诉神，但是一切主权交给神。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，他觉得他在下去面对的是那种让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形，但是他说：“照主你的旨意而行，照神的旨意而行。”我们当然可以将我们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不是神就祈求神，你一定要这样子行？不，照神你的旨意而行。我们只不过将我们的期望带到神的面前而已。这就是我们的帕子。当我们要求神一定要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有一个帕子遮在我们面前。我们跟神没有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只是说要求神，你要做我要求你做的事情。那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。你如果能够像摩西一样，在与密云的深处来祷告呢？这在现代来讲是这样。我们已经没有会幕，不像旧约时代还会透过摩西讲，但是他告诉我们，在现在的意义乃是这样。就是我们有密云深处的超人，在现代来讲就是默想静默。你单单的跟神之间，你如果到神的面前去。跟他有一个将你的帕子拿开，很单纯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来领受到他给你的心意是什么。这时候你心里面没有这些旁骛，你才有可能去达到。因为怎样？因为长时间的，甚至有更长时间的默想。有时候有些机构他们会举办叫做默想营，在那营会里面4天3夜、3天2夜。几乎没有说什么话，他要你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，好好的去思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不是看圣经，就是祷告，就是默想。
人跟人之间，学员跟学员之间也不能讲话。你类似像这样，因为长时间的默想可以操练自我的审清、审视，然后怎样操练跟神的独处，然后操练默观祷告的这种功课，这就是密云深处祷告的操练。你可以去参加默想营，但教会中间有没有呢？其实教会中也有在什么地方？周六早上。在周六早上的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是7点到8点，它只有前面这个十字架的灯开着，然后放了一个轻音乐。你进来你就找一个地方，你就坐下来，你安静你的心，你把你的内室祷告走一遍之后，然后就开始等待跟神之间的密云深处的相会。你有没有地方可以操练？有。但是你也不一定要到教会来，你自己有这种比较长的时间的默想、静默的这种跟神的相会，你就渐渐会进到密云深处跟神的相会。我们更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大家，能够愿意来超越密云深处的祷告的生活，能够跟神有那种极度的亲近。我们祷告的操练里面，从第一个开始是讲到个人如何能够跟神之间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，用内室的祷告，然后进到说你的祷告也可以得到能力，就像在旷野中间那施洗约翰他所做的。然后接着又进到跟神能够像摩西一样，他是面对面，只有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就是只有摩西是这样子，而是神亲自告诉他，其他人我都用默示的，但是跟摩西呢，我呢，乃是像人跟朋友一样，是面对面，没有用谜语，而是明说的。当我们也能够操练像摩西一样，摩西，我们要是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感受，也不用灰心。摩西是经过多少年之后，神这样子的帮助他，从一个骄傲的变成世上最谦和的人，经过几十年的这样子的操练。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祈求神怜悯我们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的这些帕子，除去我们这些东西，能够到神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他。我相信神一定会要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在这种祷告操练中间，能够一层一层渐渐的进入到我们所期待的，跟神有极度亲近的这种关系。这礼拜是我们这个今年中间最后一次的小组。我们想要请大家能够分享，你有极度亲近神的经验吗？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来鼓励，我们要如何能够有密云深处这样子的相会？愿神祝福在大家身上。我们同行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带降第一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透过继续在学习的祷告操练，我们知道主你渴慕，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你有这像摩西一样的密云深处的相会。我们需要有操练，我们需要洁净自己，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神。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，到主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渴慕，透过我们的旷野式的祷告，就是这种禁食的祷告等等，这些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盼望要跟摩西一样，能够跟有神这样极度亲近的这种相会的时候，求主你就帮助我们。让我们跟神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，这是我们同心用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